跟叫地对，我这个嘛不是要的嘛。我要跟他我把脑要嘞要我嘛跟这都不个包了嘛。还你的莫讲，个这莫讲还得被怪个莫讲那个。我講啦，而家講到到又到你。到現在你要嚟就做唔到你不可能到這裡呢。現在個在堂子，你懂啊？人要第二靈活咧，嗰個。我們給要的他們一直包了家，就吃包個都包在你都冇人呢。我人老都做咩呢？谁下呢？要包就包的，能包呢？我給的他們要想着到嘛，我一直多哈，為咗的都那咱老我但我一直包嘞，為咗的包肥是那件的應當的吃。包肥就講都你要個多你幹嘛？吃。我讀過就一樣的啦，我讀過一樣的。什麼嘢？我係你嗰啲自由，係個自由。那個炒肉呢？要係嘛？仲係你對我啦。那個讀書個那我錄住計講個直播講個要係，個讀菜包的龍冇幫人哋咩睇，啊讀超讀是他是。啊讀就只要的，讀我讀真就這樣，到人冇落不地就對地係呢，也有壓力，就羨慕咧。一日養獅子係咧。我係講啊，講我們菜，我們菜那麼包的，包哪麼只錯叫買，一日養的啦，我路人要的，你也是不說買的嘛，你要的嘛。人家唔靠都買翻來，靠買的叫包哪嘛，你也叫買的，不買真鬥開啦。叫嘛全年沒啥，個動菜嗰啲只可只開落嚟啦，個係等我碰到。